今仔日第一台语方面有一寡无共款的代志，就是伫群组有一个通用拼音的吹哨者。通用拼音伫台湾就是细力较畏缩去，较无人去学。为着讲教育部，伊就是用教育部迄套罗马拼音甲汉文，汉文当然是较侪人伫使用，因为咱拢是对汉文看较惯势，这就是华语互咱的习惯，即种惯势嘛，无法度讲大家拢会当改。白话字是有固定一群人，固定一阵人伫遐吹哨，有伊的历史的地位。毋过通用拼音就较毋知影是安怎的族群去，当然迄个人就看讲我无排斥拼音。因为迄群组内底拢汉文派的，即摆现处时是，台文来讲汉文派上势力，势力上强。伊就看讲，我无排斥，当然就是即摆人就是足少的，拢会使去求啥物人，就紧去接触，去符合清楚啊，看这个人有啥物背景啊，阁会当甲诱来即个群组内底，拢是足兴济。毋过人就是无诚济啦，而且阁挑一寡限制啊，有的人就是无要参加即种群组，感觉讲真无聊。我是为着讲爱有较捌一寡讲台语的对象，啥物拼音啊、汉文啊，实在是若讲要练，就是较食用着的有即个机会去使用就啥物拼音就较无差。即摆若讲练使用，就较罕伫使用，拢是一寡华语的世界，安尼就嘛莫讲啥物拼音的问题，讲就足罕讲，听嘛无啥会听的话，若无啥会听即种状况，就嘛莫讲啥物拼音是倒一套啊。有时阵拼音嘛算一个工具尔。当然坚持的人会足坚持的，这嘛是一种信仰。就若亲像讲，有的人想讲台湾即马就独立啊，有的人讲白党，爱有家己的宪法，爱去排除这中华民国即种概念，毋过这就是爱诚侪人拢共款的想法，较有法度。即马就是比人济，阁有即个理念去包装，去操作，就是这拢是较无简单的代志。若讲有即种人才，有可能伊早就伫华语世界就行甲真好。若讲即种人才就早就出头天，可能嘛袂去，嘛袂去紧啥物台语文即种较无人看重的所在。若讲这个人就遐有才调，若是安尼来讲。当然甲迄人就有开讲，伊嘛真欢喜，因为即马拢是初期，伊若无甲伊争论部去互相排斥啊，去冤家，安尼就是做好的一种沟通，安尼来讲。当然就是讲
若真正加入以后就有无共款的争论，就若亲像讲用教囡仔讲台语绘本拄开始嘛是有人愿意讲就欢喜甲人就是爱有够野，爱有够遐。毋过咧，就变做讲，若开始运作以后，就会变做即个人的理念，也是讲即个人有做啥物代志，甲我理念冤家过有争论就会开始就若亲像讲伫咧公司内底啥物人甲啥物人就是无对同拢是共款的人伫咧倒一种领域倒一个所在，即种人的即种心态心理，我看是袂差介济。当然今仔嘛有做歹势的代志，就是讲我著看讲伫咧读册会，就是拜三8月2的读册会拄啊好，即个虾米有甲即个资讯拢打出来，我著想讲我即摆拢伫足侪群组内底伫遐走跳嘛拄啊好，就是看几个群组，想讲斗宣传我著想讲这读册会改成人无够济，惊讲尾仔若剩一个人、两个人会讲结束无？迄时阵嘛想讲是要互即个读册会较热烈。对我来讲，就是8月2的吹哨真正无遐热情颠倒是河洛话汉文派这实在是满是要安怎讲？这就是就是一个搁一个族群搁会去互动就是迄个性质无啥共款，迄个气氛嘛无啥共款。即个河洛派的即种甲教育部无共款的汉文派的就是一直做爱甲人高正就是迄种高正的气味较重。毋过这8月2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较无即个较恬静我著想讲拄啊好伫咧群组遐参加遐济群组搁有这推特就斗宣传讲这拢是台语人对8月2嘛有兴趣是讲这颠倒是互人怨叹人做代志的方式就毋是安尼是有时阵是怨叹讲哪会人遐少，拢无人讲话。毋过佫惊啦惊少嘛惊讲有一寡人来冤家，意见袂合的。我想讲是惊即个概念无共款，安尼就可能讲较足忝若讲河洛派不时就讲你的祖公讲的，敢有讲罗马字？这敢是恁祖公讲的话？就甲即个古早的文言文当作是即个台语的祖公这嘛甲会记。毋过我就是罔看，就想讲其实因讲的台语嘛真足正的啦，袂讲华语化。若讲有的人这概念足正确的甲我做我的。毋过可能台语讲甲就是受华语影响影响甲足严重我有可能就是会讲这足为难呢就我即马就看较开有当时是会讲哪会使安尼？有当时就甲即款物件放下，就是讲
若有爱中国派的嘛伫讲台语，这当然是好的现象。伊袂当讲敢若有台独的较开始讲台语，无就是教育部迄派要做先生迄派伫学台语、延续台语，安尼其实无介够。你若讲佫有一种派，佫有一种派别，就是安怎讲，就是掠准是即个古早以前，大家拢是用台语来讲话。若有即种派别不要紧啊，因讲的台语嘛是足正，伊嘛是伊讲的话嘛是台语话啊，嘛是台湾话啊。总是甲讲华语来比较，当然是讲台语较好。我有时阵袂去计较这，因为别人想要甲你洗脑，你嘛想要甲别人洗脑，安尼实在是无了时。你嘛无法度去改变伊的想法。当然伊讲的，若讲甲家己差较远，有可能就是嘛无，就是你嘛会较有智觉。讲这人讲的话，我爱细腻。毋过就是变做讲进前足热心去宣传毋过其实别人可能不爱安尼。这就是我做代志有时阵会安尼，互人想讲这个人实在是足假路的。毋过嘛是讲好意，虽讲是好意，毋过总是讲爱有这是要安怎讲？我来找看觅这个讲法，就是我之前拄仔好有讲过，就是总是讲会爱得人意，便是好功夫。爱得意得人意啦。这就是我需要去学的一个部分。进前甲阮旧顶师，我就想讲奇怪，我嘛对遐家步，对，遐家步伊还袂想到遐，我就先去做到遐，想要加做一寡代志。放假家己嘛拢无休困，嘛无领加班的钱。毋过就是讲我做的代志无得人意，得人意得人意，无得意对，无得意人无得人意啦。这就是我爱想互开，就是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性，这个性有可能拄仔好有人欣赏，因为就是你想的甲伊想的佫共款，佫袂有冲突。那亲像讲吹沙保伊的阿母，有时阵就会想讲。遐认真遐拍拼嘛，足有才调，哪会大家拢就是伊上家己上亲的一个单位，煞有伫家压制，不爱互伊做，不爱互伊出头，不爱互伊做干部做伊想讲哪会安尼？这我嘛毋是要讨钱啊，嘛是讲要服务尔。这就是有得人意，也是无也是无的问题。其实安尼嘛好，你着知影讲因的性，我有较知影，就是讲
行较大道方面的吼，而且较若我教育部吼，就是较神圣迄派的，就是讲伊着较听话哦，爱真济，爱莫讲，就是爱有一个模式，互伊去照做，有规矩吼，规矩啊诚好哦。啊，搁来有一寡葫芦派，就是一直甲人勾正，哦，一直去等倒啊，等嘿对，其实嘛做诚济代志，吼是拢白虎看诚济。哦，搁来台独派的无共款呢，因吼真正是吼，因的理念就是讲，哦，你若想要来，吼，我着甲你教。啊，毋过你若讲，我袂甲你勾正，我嘛袂讲做生分的，而且内底有足济，迄叫花牌的吼，花牌的跳实面的，头脑跳实面的，若安尼吼，我甘愿讲，不爱甲你讲，不爱甲你教，啊无我嘛弃身落命，我想。这台道的是变甲演变甲即马吼，就变是讲共阮站较济，就是你若甲有认同我的理念，你较入来吼。我有听讲啊，讲我去宣传即个读册会，安尼是我嘛无去问问主办的吼，有时阵伊嘛有一寡活动吼。我嘛想讲，因拢无啥物人参加，因会讲，就是会，就是无去鼓励人遐少，我着去找一寡，去约一寡人，安尼互因感觉讲，安尼较有动力。毋过因可能较耀眼，毋是这，因耀眼讲，哪会？那我毋知影倒有人去宣传，是一种无安全的感觉吼。对我来讲，就是讲，会去参加活动的人吼，就是想要讲台语，想要复兴台语的人，无这嘛无啥物政治安尼好，嘛毋是趣味的啦吼。真正会去遐，真正就是对台文是有志，是台文的有志。无伊去遐，伊嘛感觉足无聊的。都毋是讲有一个题目甲政治有关系就大家去辩啊，嘛毋是安尼。就是我是安尼第一想，毋过当然就是主人伊啦，就是。若讲主办的人伊排安尼，安尼我着想过白吧，我即马着知影，知影了后嘛毋免讲足细致的，嘛毋免毋免遐足细致的，讲毋对。为安怎咧？就是讲，这无啥，有时阵我会甲这甲家己的价值去绑做伙。就若亲像粉红仔共款，有可能伊就会甲即个奥运国家奥运有着冠军甲伊家己的价值去拔条条。我嘛是呢，实际上这就是白目，是白目，无毋对。毋过我有时阵是足感谢有一寡较热心、较白目的人就是讲有当时有的人会甲伊的读册会趣味，伊就线顶的就搭伫群组。我入去了后有足济讲感觉诚好，诚符合就是我的事，就是拄啊好是伫我的意，就诚欢喜。若无即个热心的人有可能伊伫宣传进前是有问过别人啦毋过我
迄时阵嘛毋知影，就想讲伊就搭伫咧遐。我无想讲伊是伫咧军组内底吼，伊是有保护，伊想要保护即个所在吼，就是讲。大家即种理念足相共诶人吼，我著去过，我著去，莫互一寡理念无共款诶人吼，拢入来吼，去破坏即个大家做一致诶一个环境吼，莫安尼做乱呢。安尼想嘛对啦，就是讲，其实我第一读册会嘛有足侪会当学诶物件，当然啦，就是有学着诚侪物件，因为吼，这台语爱讲甲遐好，搁对台文有遐深诶研究，而且搁有固定诶读册会吼，这真正是都有时阵可能有诶人找。有诶人去找所在，要安怎讲？就是拄仔好，我感觉诚好。我毋知影讲这其实是有替保护条诶吼，毋是像啥物台文通信读册会吼，拢是总望大家来，搁有家录音甲伊录起来。鼓励大家去看吼，我想这是定位无啥共款啦。毋过我毋知影，我著伤过家步。毋过嘛无啥物好后悔的，为安怎咧？这就是讲，我会当知影一个人吼，即个人的性吼，有可能伊著想讲这个人。我甲伊白合，安尼较早知影嘛会当，因为吼，这毋是啥物对吼，甲毋对甲毋对，这若进前我会想讲，这吼足见笑的，我哪会安尼？会去怪家己。即马吼，就较无共款啦，我就知影讲。有时阵是较无谨慎，无毋对啦，就想讲掠准是讲伊就踏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去斗宣传吼。我无想讲伊是干若是甲即个甲即个群组即固定诶几个人讲尔吼。我无想讲伊是安尼做法，我想讲伊就踏出来是有望讲会当宣传吼。这就是看无清看无明。毋过这嘛无要紧啦，我想讲这是一个经验吼。就算讲今仔甲即个虾米的有即种冲突，伊可能想讲这人有够白合。安尼嘛好啊，伊就较袂讲，较袂，就是较早知影吼，就知影对方的性，嘛知影讲，伊早有一寡熟甲插吼，安尼，对啊，这其实无要紧啦，因为吼，有诶人扣分是讲吼，两个有冤家啦，我毋是冤家，我是。做代志实在是互人足惊的。当然有人是我想着啊，其实这就是每一个人做法无共款就变做像讲搁一个群组，台语的群组，足侪人，几千人吼，伊就是讲，伊就变做讲伊。拢做爱台文吼，啥物拢要台，就要做真济。我就想讲，这先生伊就是伊诶性就是安尼吼，大家做法无共款，有诶人爱做真济，而且即个主题吼，若讲无共款诶主题，就爱去别位吼，莫滥掺落吼。
啊，有诶人拢无共款诶人，就是一个性啦，安尼。像讲，我是做爱甲一寡活动就去斗宣传，当然就是想讲，这若有时阵办活动若人足少，安尼嘛，对啊，就是我是较热心，伫即方面是真热心，这就是逐个性是无共款的。这嘛无啥物悬低好歹，当然就是有时阵会甲人得失着，伊就不爱安尼，我就嘛无甲伊问，我就掠准讲，可能想要宣传误解，误解嘛是我即个我的性啦，我就是讲做代志拢较无细腻。若讲大家拢知影讲这个人的性是安怎，这个人的性是安怎，嘛较袂起冤家啦。你着知影讲这个人就是要伊济。有呢，我想讲这就是一种quy模。若讲今仔日有诶人就是去坚持，而且伊可能着若较坚持诶人，会当想讲伊有可能是伫有一寡所在是较quy模诶，无若无quy模是真正无法度去坚持一种较无遐多数人无试过我大病，伊就看一项物件，伊就讲对，这就是我想要爱诶。这是比别种方式搁较好，而且甘愿孤单，我嘛要坚持。实在是会较quy模，这就是一个安怎讲？一个一个鸡蛋仔钱筒仔诶两个面正面倒面就是就是若无遐quy模，是无法度讲去做一寡捌代志捌遐有着当然嘛会起冤家嘛会啦，因为我嘛毋知影讲哪有一个人甲伊诶群组哪会拢无去啊？是讲我替互人踢出去，去封锁，替互人封锁，抑是伊家我都毋知影。有可能伊就是去怨叹讲我哪会去黑白宣传，无甲伊问嘛有可能，就开始扣分，就对我这个人真袂爽。当然这嘛有可能，嘛有可能就是单纯迄个人伊就是就单纯迄个人就甲伊诶物件拢关起来，我毋知影是倒一种。毋过就算是讲伊真正甲我踢出去，讲这人黑白宣传，我就无同意。我这毋是凊彩互人入来诶，若讲伊感觉足是严重诶代志，安尼嘛无要紧啊。是安怎讲咧？就是我就是无差，真正诶，像讲对啦，其实嘛无差，我嘛袂讲想要讲去加入即个团体，讲这团体我足有需求。其实嘛无要紧，就是缘分而且因的理念我想讲袂歹，袂歹物件学起来，毋免讲人着爱甲做伙，有时阵有当时啊是看会合袂合亲像讲我随便较含慢去学台文学罗马字较含慢，我是写文章较紧啦
进步较紧。毋过我若讲去即个声调啊、变调啊，去搁去看罗马字，这是真正较含慢。啊，毋过随便含慢，有人就是介意我即种含慢的。拄啊好有缘，伊就会甲我讲一寡讲安怎安怎。啊，颠倒若有人嘛足坚持，嘛做足侪项代志。就是讲足积极足积极吼。就是啥物代志，你拢看会着伊的企图心。伊想要甲代志做好即种野心。有的人安尼，毋过颠倒大家有可能较袂合就变这就是一个缘分，毋是讲我爱互啥物倒一场的人互伊印象较好，去会使加入因的群组内底。实在是拢看缘分啊，有时阵是时间袂合拜六、拜日、礼拜拜六、礼拜拜一拄啊好时间就袂合。啊，有时阵就拄啊好内底因的有可能理念是会合，毋过即个性是拄啊好袂合。啊，我就是即种大面性嘛，袂当安讲。即个较粗啦，就是较粗鲁迄种，做代志拢无想甲足幼足详细安尼想讲看着讲有人甲即个即资讯就遐清楚啊，我就讲看起来是伊想要互搁较侪人来。我就掠准是安尼。啊，无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就看伊的款式无爱足侪介先惊拢无人插伊讲办即个活动，惊讲拢无人来，逐家拢无要伊。我就讲斗宣传我拢毋知影讲因宣传是讲敢若有较认同台独即个理念的人，因欢迎若毋是，毋知倒位来的就无希望讲无共款的人加入因有即种较保护的即种意识。安尼嘛无要紧啊，因为这就是量早知影。其实我嘛无差，因为讲若即个对啦，就算讲因是讲扣分就嘛不要紧，其实无差。你就讲若活动看着我，就不爱吵我本地就较无讲话，较无方便。像讲这读册会，我是听甲真欢喜。毋过嘛无去讲话。伊若讲对我有意见，我嘛拄啊好无差，我本地就无讲话伫群组内底，我嘛足少较罕有一寡讲一寡话啦。本地就安尼加是即届甲我提醒有可能无欢喜，嘛有可能讲以后就是讲无希望讲我有啥物变因的志工是安怎，迄嘛不要紧呢。其实我会当做的代志嘛足侪而且我有一个想要做的，当然就是写台文小说有想要做的代志这过程这寡人拢是互我学习的，当为因的身上去学一寡物件，嘛无讲要结作伙，讲交这阵人做朋友友谊有一个
有一个群组，大家做好诶，有时阵就是有一好就无两好啦。你看讲，这大家甲心感情做好，嘛会就是较敖出代志。这就是变讲关系若较好，啊无就是讲你加入伊诶学会，做啥物志工，做啥物有诶无诶当然即个冲突嘛有，因为有接触，就较敖有冲突。而且我想讲，其实是上好是安怎诶互动，就是讲上课。你上伊诶课，伊无可能讲就不爱插你啊，较应该无安尼啊，对学生安尼。你家己问问题，伊嘛是会甲你回答。第二种互动，就是加捐一寡钱迄叫寄付，帮赞，迄叫寄付。对啊，其实就是安尼。你若讲爱斗做代志，讲爱做啥物会，互你主持，其实安尼就较有冲突啦。就是讲有时阵就会起冤家，就变做讲大家我嘛是想要做诶代志，拢恐惊讲这误会啊，就是讲我若讲搁甲时间讲起冤家对啥物人就是有结冤仇，有冤过其实嘛毋免安尼。对，就是去做紧一个去选择，毋免去讲一个箍仔就像讲进前的 Clubhouse 的台语房这就足明显，就是有一个箍仔这个箍仔内底就讲你加入阮这个房间，你就是阮这房间的人。你袂当讲搁去别位。尾后当然就甲我踢出去。伫赖群组，实际上我嘛无差。有即个群组，无即个群组，我嘛无较安慰。你讲迄个房台语房，若讲拢讲台语袂歹就欠点就是有足侪人讲华语，伫台语房搁。因为讲华语较顺啦，为着交朋友甲台语之间，你若坚持台语做顺，做正台语你有坚持，朋友就较少。若讲为着要交较侪朋友、较侪人来较热烈你就无法度去坚持讲拢要求台语啊。就是万项代志，就是有一好无两好我嘛毋免去怨叹。人的时间真正有限，大家拢无闲刺刺，就毋免讲。若讲有人招我去斗帮赞，嘛是看看的啦。有时阵嘛是爱看迄个人，就是安尼是一种投资啊！你家己的时间安怎去投资，尾仔你毋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这就变做人的代志，就甲台语文无关系。若讲要去练习，我摕一个麦克，伫遐讲我的日记，安尼哪讲哪欢喜，无人会感谢，除非有人真正认真听，讲你哪会甲我代志讲出来，安尼就毋过是讲应该无人听，嘛，这就是我的性个性啊，是讲较会讲看着群组有啥物资讯，想讲斗宣传嘛袂去问嘛袂想遐济，讲爱客气有人有可能不爱安尼当然若讲
即拢无搭即个资讯，讲几点到几点安怎遐完整，我嘛做懒时去家己去处理吼。就是拄啊好有一个编的吼，我掠准是斗宣传啊，毋过有可能别人不安尼，别人就是讲我的物件真好吼，我爱互一寡有一种甲伊当做是名牌吼，迄 LV 迄种，就是我有限量的敢若有啥物倒一群吼，倒一阵吼，倒一阵的人吼，我先互伊看，因真正讲，拢抢了，阁有剩我较去找别位，就是毋是 VIP 的人吼，较甲即个即个名号让互出来。有可能人是安尼想，就迫害别人的叫，这嘛有是有可能。毋过这着小看代志是安怎？就是讲，即摆人实在是资讯足济，时间嘛足宝贵是袂讲而且这物件就是较袂讲遐严重啦。讲大家抢对，原因就是讲这毋是大家抢的代志。你若讲是安珠伊这认真的即个练习这大家就做稀罕啦就爱抢几个人，而且若超过100个人，也是200个人就无法度入去啊这种可能就代志较大条拢替人抢了，拢互阿里不达的人抢了。毋过我即摆安尼做是讲是一个机缘啦，真正有缘的人啦，袂讲有足无聊的人，就是要来遮去对啦，因为这现实就是安尼啊。大家是对即个认真有兴趣，是讲会当做先生，有一个有一张牌阁有法度去考即个资源的教先生这时间就算毋是逐工有的人就是对伊有即个需求啊。伊若讲是是迄时间足长毋是资源的，伊颠倒无法度就是讲别项代志拢看会开毋免去想安尼。随便迄个时阵真歹势，嘛想讲哪会家己遐家暴会影响别人无？甲知影即个嘛无讲啥物奇怪的人伫遐吵伫遐闹，其实嘛白啦。白讲学台语的人实在是真无用啦。因嘛有因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对啦，就是对方会无欢喜尔。讲这个人就是真正安尼凊彩甲我无想要互人知的资讯，我是想要互较知己的人知就好啊一种保护的主义我想讲你爱找这有缘人嘛无简单啦即摆大家拢是对，毋过当然这就是大多的人一种保护的主义，甲别人无共款。伊想讲伊即种理念是足宝贵的若有共款理念的人，我较为你服务，我较为着你我较愿意开放即个门。若讲这人理念就无共我为安怎讲要互伊等壁角这我的付出我知影讲这心理是安尼生，安尼嘛对，就是拢
伫我去观察，知影讲伊安怎想的，嘿，对我来讲，就真正甲家己耍是上好的啦。你要甲别人安尼过斗阵就有其他台语之外的代志，就若亲像讲，我嘛看互开啊。你若今仔真正要固定去学台语，就是爱开钱，找即个先生固定互伊钱。伊时间到，伊就会出现，无就是读册会。时间到，读册会就会开。就安尼。有可能就是有诶读册会有去宣传，嘛毋知。嘛无做要义诶啦，就是对。过来就是有可能讲，迄群组内底有伊，可能较有理念袂歹诶人，伊无想要互人知。无想要互人掠着机会，讲，知影讲，嘛毋免去想。有诶人就是教我，对啦，就是我若较谨慎诶，就较袂讲有即种冲突。毋过我即种嘛是一种个性，就是我有表现出来，就是我诶表小弟、即辈小弟毋是即辈是阿姨迄边诶。着肺炎第4期，伊就是较袂去表现家己，就是家己变做讲无声音、无个性。像我即种嘛是有诶人会足头疼，有诶人若讲较龟毛，真正讲袂同志，讲这个人咱家己去我知影大主大意，我就是大主大意即种。斗宣传，若迄人拄仔好嘛讲足欢迎的，伊就足感激的。毋过即种大主大意嘛，伤过头热心，当然嘛会拄着讲别人无爱安尼，别人是讲要敬过的，毋是讲啥物人拢会使入来我的即个 VIP，有诶人是安尼看待。若讲有诶人就是为着安尼我去斗宣传，去甲伊惊讲毋知倒位诶人讲台语诶人嘛有分呢，平平拢台湾人，阁有分平平拢台语人嘛有分若为着安尼就甲我排斥，安尼就代表讲对啊，安尼我就毋免讲地遐斗3工啦，就是量早知影讲，就是量早知影一寡代志就知影讲因就是规模甲安尼就煞去，安尼以后嘛较袂讲有即个接触的机会。若讲一种误解，就掠准是讲因做有理念的若讲有啥物代志，讲好斗相共去做。尾仔讲有即种理念的冲突，迄个时阵较知影讲伊就不爱互人安尼四界去找朋友斗3工，找友姊可能嘛不爱互人讲去别人去甲别人讲因即摆咧做啥，你有兴趣无？你有要斗3工无？有可能因就不爱安尼，伊拢要经过拢是大道理念的有可能是安尼。若安尼的话，我迄时阵就有付出，搁嘛有熟悉一寡人安尼。若搁发生冲突，安尼当然就是会互家己加艰苦的。即摆就是讲拄仔好一只，若是真正就是单纯甲这个人封锁起来。就知影讲咱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就是一个暂关系。无若讲读册会有闲，即摆嘛无法度即摆读册会若群组拢甲我封锁，毋过我嘛足罕去的啦，就是时间袂拄好。
过来就是上课应该爸甲我排题啊，甲我讲即个名额满，应该无安尼，吼。我会当到安怎讲？到帮赞吼，到寄付，因为钱是上好，就是你家己支持，毋过无去互相干涉。上大诶阻碍就是合作，吼，为着啥物共同诶代志去合作，感情会好，会变讲你有一个群组，你足熟悉诶。毋过这当然就是像即个台语吹杀保育家庭诶阿母共款，伊有付出了后，发现别人甲伊理念无共，会甲伊讲较排斥吼，无甲伊看重，这真正是互人足艰苦诶，拢付出啦，较知影讲哪会安尼甲我对待。我即马就是安怎拍导游，迄啥物问导游吼。即摆我就是问导游，就是问导游诶时阵上自由、上快乐。着我想讲我看足侪代志拢是角度无共款，我爱用无共款诶角度，去甲代志看好势，就是安尼。